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9月28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早起出现的第18号风台山陀儿，明仔载可能变做中度风台，后礼拜2、后礼拜3影响台湾上明显。新北市本土天狗热病例已经有43例，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已将控制在中和甲新店，透过体检站加消毒来控制。经发现案件北检今日敲锤，前台北市长办公室里的主任李文忠甲前点院开发董事长朱阿虎拢成押禁见。伫咧今日早时，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结做今年第18号风台山陀儿，目前强度还在增加，估计明仔载就会结做中度风台。后礼拜2、后礼拜3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气象署按算，伫咧明仔载早时就有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暗时可能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专家就烦恼讲，这个风台可能会致使今年上严重的灾害。下昼也伫高兰皮东南方620公里的海面，慢慢走动的轻度风台山道里，虽然拜六形成，也毋过拜一就会来到台湾近海，伊的强度继续增强。气象署预告，礼拜2就会增强为偏强的中度风台，上半日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陆上警报，上紧礼拜2暗时发布。海警的时间会出现在明天的上半天，陆上台风警报时间有机会是在比较夜间，或者是在周一后天的一大早的部分。气象署下昼修正伊搁较偏西，代表影响愈大。拜一开始，风雨渐渐增大，大台北、东北部、恒春半岛可能出现大雨，也是大水雨。拜2、拜3雨势上明显，超过半个台湾拢呈现落雨非常济的桥仔色。整个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甚至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至于其他地区，也有可能来到大雨或豪雨的情况。变大变强的山道里，刷动的速度真慢。根据气象署预估，伊的7级暴风圈半径可能增强到250公里。气象专家认为，到时阵全台拢可能伫伊的暴风圈的包围之下，加做今年带来上大灾害风台。它走得太慢了，影响时间会拉长，降雨也会变得累积的会比较快速。对于这个台风，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早起去花莲实采铁公路护关进行的行政院长杜英台也只是加强风台甲人力机库的准备。苏澳公路的脆弱点，我们盘出来大概有12处，都会有人力机具的一个预置在上面哦。发生土石异烟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来及时做排除。气象署表示，山道里风台路线变数又愈大，只要是愈晚近台湾，影响都会愈大。请民众注意上新自信，搁提前礼拜2起就会有长影，沿海离岛也会有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东部外海的风影开始变大。台东来回绿岛甲兰屿的客船早时已经输运1000多人左右，也若船班为即马到10月初2进前拢停驶。即摆的风台影响东部的时间可能会较长，台东农改场也呼吁农民田园就要做好风台准备，也要预防火烧风。东部海面的风影明显增强，台东富公渔港渔民早起伫港内甲渔船绑好条，因若台东开往兰屿甲绿岛的客轮业者，宣布礼拜下晡到10月70停开，为了所运绿岛游客转来本岛甲当地的民众回乡，早起开出来回绿岛8个航次，来回兰屿4个航次，总共所运1200多人，同时也运送这个民生物资到绿岛。会受到影响吗？你的旅游计划？不过这也没办法。这一次的台风可能会进来我们才会去容易能力到乡亲做好防台这样。这摆风台可能影响东部地区4天的时间，台东甲花莲影响上大。花莲海岸风力增加，花莲港渔船下晡拢入港来闪风台，看海岸船的业者也取消风台期间的游程。从昨天下午就已经停航。那船长的判断是因为外面的风浪很大，如果客人出去，其实也会很不舒服。在农业部分有正式日期的调作，抽水的时间，也搁有果子树结果的期间，台东农改场特别呼吁农民要注意防范农作物受损。雨水可能也是会打到它的花粉，所以说可能就会影响抽穗的那个过程。那在果树方面，那
释迦凤梨释迦呢，现在大概很多都是授粉期、小果期，甚至有一些是大果期。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大概就是防止果实的一个擦伤。花莲县农业处提醒农民，若不幸发生农业的损失，要翕相而且通报给乡公所。也若气象署有告这个风台，礼拜更甲瓦郡华东地区提醒民众爱尽早来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本土天狗日病例，今仔日佫增加14例，即马到达有43例。今仔日透早，市政府伫中和进行消毒的工作。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目前疫情控制咧中和甲新店。即马除了成立体检站以外，也会继续消毒，也呼吁市民爱食饼扫控制炭病网。防疫人员挂风道边区，沿着巷仔进行消毒，无管是机车停靠的所在，也是室内停车场，任何表格拢无放过。新北市中和区早起进行大规模清消，因为拜六佫增加14例。中和甲新店两区天狗的本土病例累积到43例。中和、新南里都安尼加强清消。昨天清，前天清3天了。好辛苦哦，消毒就没有人煮了。新南里里长表示，至少消毒5摆，扫落来也会继续落去。早起甲其他里长开会时，是互相欢呼，爱提醒里民，唔通倒高厝顶，也是楼梯间的积水容器，而且水爱搁倒去对的所在。有水拢甲倒掉，倒去干嘛加落去，袂使倒水沟内底，若倒水沟内底，伊搁一直掉。新南观光夜市也是清消重点，附近店家也准备好蚊仔水甲香鱼自我保护，也毋过疫情升温，加减影响生理。多多少少会少了，大家都会怕，看到新闻报道啊。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参加活动的时表示，目前提出来的天狗日个案，大部分是旧案，现时也是控制伫2个行政区内。今天会做大幅度的全面清消，我们希望不断的清消。不断的去找出我们的病支源源，希望成为源头管控。拜六增加的14例，包括2男12女，年纪伫52到84岁。新店区8例，中和区6例，1例住院治疗，其他拢已经康复。卫生局表示，有8例是主动体检测出来，研判感染区无扩大。目前感染区瓦近山区，市府也伫山区报道烟山插警示牌，提醒民众做好防范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北检侦办金华城杨积律的案件，昨指挥廉政署敲吹，是约谈前台北市长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加前顶越开发董事长朱阿虎等16个人，其中就有15个人移送北检复讯。尾手检察官认为李文忠加朱阿虎是牵涉金流的关键人物，以涉嫌贪污治罪条例，而且有串证可能向法院声押禁见。面对镜头拢无讲话，今日北检也是前台北市评议局长的朱阿虎，搁再互约谈，也相关互约谈的，也有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北检继续追查金华城用这类案件金钱流向，27指挥廉政署分做29位来搜查，法案挂问题的前税务前秘书加前新春地文教基金会秘书长，当中被总共16人到案说明。廉政署甲其中15人移送北检询问，问后金华城公司监察人张志廷以250万块交保，伟健集团服务经理陈正元以150万块交保。检察官认为李文忠、朱阿虎伫金华城案件金钱的流向关键的角色，而被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而且有串证的可能，向法院申请归押禁见2人。这其实也代表着北检在金华城案有重大的突破，恐怕已经查到关键的金流。简单讲，被勾稽到了金华城的钱。而在木可金权总部出现，甚至是基金会出现，所以才敢声押他。我们真的对于他可能涉案的情况，没有什么特殊的管道可以做任何的掌握，因此我也不会去做过度的臆测。台北地方法院是定2日暗时6点50分召开归押庭。另外，检方是不是第2摆传唤关问题的起后，但佩奇也真侪关心甲注意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上届胜投的投手统一赛的潘威伦，今仔日伫台北市大巨蛋举行引退赛，有约3万的人入场。明仔载就会登去台南举行引退仪式。今仔日球团也邀请潘威伦的好朋友杨建福来开球，有侪统一赛的退役球员也到场来见证潘威伦的上尾之战。
像统一赛18号球衫，也是换一张3080块的票，送国家队18号球衫。来自各地球迷要伫台北大巨蛋亲身来见证嘟嘟潘威伦最后的一战。3连霸那一刻，下那个蹲下来振臂的那个画面，那个还是最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从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他了，然后就是一直支持他到现在。史上上侪149胜，339场先发，也有2383支被安打数，146支被全垒打数。潘威伦20年来所创下纪录，要超越是真困难。生涯最终战也是大巨蛋初次先发登板，也可能是第150胜。总教练林甲平讲，全队会全力以赴。我希望他去享受每一颗球，潇洒地去投他的球。站在大巨蛋也是他。在职棒圈打滚20多年，第一次站上这个球场上去表现，我相信他也会很澎湃的去面对。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嘟嘟在正式比赛上站在投球上面投球的画面，那这个画面我相信对我来说会留在我脑袋里面一辈子。西队体育球员刘夫妇，也有2006到2008伫西队拍球的传奇杨将布雷、潘威伦的好朋友杨建豪拢到现场。阿福庆家己1个半月前，家己中国架球的球队请假要做开球嘉宾。他今天有这个成就，我觉得他是很努力的去付出，然后也很照顾自己的身体，感谢他自己吧，因为他永远都不放弃啊。I told you how proud I feel about him, because the way he been for 21, 22 years playing in this league, that's amazing. 对队友甲其他队的球员来讲，潘威伦拢是点讲话做代志真小心自律，20年来拢是安尼。这场引退比赛，西队甲大公雄鹰拢穿18号球衫，要来向伊致敬。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总宣布恢复受理福建居民申请到金门自由行加团体旅游，有真侪金门店头家甲民众拢真期待恢复观光。陆委会对中国宣布开放是保持正面的态度。因目前中国旅客到金门旅游，也是以专案审查为主，讲未来会阁看状况来继续调整。陆客采线团、小花团最近陆续到金门考察旅游，为观光交流做准备。对方日前下昼宣布恢复受理福建居民到金门旅游申请，包括个人自由行、团体旅游，拢会当坐小三通到金门观光。消息指出，不少金门店家民众拢期待会当替当地旅游市场注入活水，让陆客来金门，金门才有生意可以做。现在的生意都很落后。每家都在哀叫。我们也期待很久了。中国大陆毕竟它市场性比较大，那我们目前呢也都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因为宣布的时机拄好是对方在一长假进前，旅游业者推测金门铁路有希望抑制陆客增调，也讲到开放团客对大型饭店较有利，开放自由行是各行各业拢会当受益。金门县府表示会甲对方相关单位保持联系，希望互陆客有好的旅游体验。乐观期待未来的这一个发展，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恢复到甚至超过之前我们疫情前的最高峰。进来的人还非常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到200个。我们还是希望说速度能够加快一点，然后到时候再来考虑说，是不是由专案转为一般的签证就可以了。陆委会表示，陆建对方宣布相关的开放措施，不过目前陆客到金门旅游犹原以专案审查为主，但陆团还是自由行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会随时检讨甲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昨半暝，屏东垦丁国家公园有民众骑车弄到梅花鹿，加在驾驶送病院了后是无性命危险。但是垦丁国家公园的公共意外责任险已经有13摆招标量失败。这个驾驶就无法度直接申请保险的理赔，就要先向管理处申请国赔了后，散件审议才通得到理赔。这个过程更有可能就要打官司，民众是感觉真含糊。救护车赶到现场，倒伫机车边有一个受伤的查甫人，另外一边是看到一只梅花鹿。日前深夜，恒春镇龙波路段这个三级道路，汹涌冲出一只梅花鹿，查甫人袂火反应，弄到了后摔倒，加在乎垦管处保育区的巡视人员发现，赶紧报警察。巡视那个他们的保卫区垦管处的啦，他们有帮我叫救护车，我的当下其实是有点不太清醒的，造成驾驶受伤，无生命危险。经检测无酒精反应。
这查甫人无啉酒开车，梅花鹿也走离开现场，只是过去伫垦丁国家公园，若去弄着梅花鹿造成车损，身体受伤，死亡也是第三人，财物损害。因为园区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民众sẽ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今年却是因为无人投标，拄着相关情况，民众爱家己来申请国赔。那双方责任无法度来分清楚，也拍官司，才有法度得到应该有的赔偿。然后民众感觉讲实在伤含咯。就今年度我们的公共意外责任险的招标，就是各个保险业者都没有投标。我们不知道啊，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讲说没有保险的啊。这个国家本来就应该处理，不应该把我们民众这样子放在这边这样不管啊，对不对？每年都发生2、3起死亡车祸嘞。控管处讲，保险业者认为野生动物饲料理赔无够成本，无愿意投标。最近每一暗拢对这个梅花鹿开出现的所在加强来巡逻。也个民众认为讲，也是应该解决无度直接理赔的状况。若无一年，阮若摆甲梅花鹿烧弄的事故，大家拢要家己申请国赔走流程，真正是真困扰。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这是2006年以来上大的军事行动。就伫咧拜5、拜6这2天，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就至少有8个人死亡，超过90个人受伤。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发声讲，会继续对这个真主党发动攻击。以黎边境这礼拜炮火无停，短短一礼拜就造成至少7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约12万人有老无厝。真主党礼拜早起，佮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几粒飞弹，以军是透明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单方面宣布，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已经早死，佮讲精准打击真主党位伫首都南部的中央总部甲武器库。זה איום ממשי ומיידי על נתיבי השיט העולמי ומתקנים אסטרטגיים חיוניים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伫27个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会继续打击真主党，也指控支持真主党的伊朗是策划对抗以色列幕后黑手。约旦警告以色列已经违反国际规范，当咧将中东杀向全面战争。各国也拢呼吁以雷停火，避免中东战事升级。I fully support the proposal for a temporary ceasefire, allowing for the delivery of humanitarian relief and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esumption of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a durable peace across the Blue Line. 面对中东上新战况，美国白宫发出声明，这次总统拜登已经指示美军在必要时调整部队在中东地区的态势。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有权捍卫家己，面对恐怖主义侵害。未来几日，中东各方所做出的选择，会决定地区发展方向。伊强调，真正的道路是透过外交，而不是冲突。公司新闻两岸编译。搬戏超过70年的英国资深演员Maggie Smith 27离开世间，直到89岁。伊有真侪作品也得过真侪奖，亲像伫咧电影《Harry Potter》就演麦教授，伫咧影集《唐顿庄园》演老妇人，有真侪民众拢感觉真唔甘。一只好白鸟，一个变做高矮的女性。电影《哈利波特》内底，甲变形学的麦教授受到真侪野味的介意。扮演这个角色，英国资深演员马基史密斯27伫伦敦一间病院过身，享受89岁。全球的民众拢感觉唔甘。那是英王查尔斯3世发文哀悼，大刊野册也拢公开对摇这位伟大演员的成就。It's a very sad day for the whole culture of theatre and cinema in England. She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actresses of the past century, without a doubt. 马基史密斯17岁出道，长期活跃伫舞台甲大小荧幕，出演超过100部的影剧。嘛，伫1979年，以电影《春风不化雨》赢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最近几年演出影集《东顿庄园》，老表作夫人赢得更较侪注意。马基史密斯已经嘅生涯摕到2座奥斯卡、4座艾美奖加1座当年奖，伊为影剧界的贡献，得到已经过身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授女爵士勋章。虽然得奖真侪，不过平常真低调，真少公开接受访问，继续将热情注入伫演员事业。I don't know what that could possibly be, but if there is ever
a chance for me to try again, I would love to do it. 拄好的是《哈利波特》剧中扮演邓布利多校长的演员迈克坎班，也伫去年刚一日过身。哈利波特影迷拢表示，魏教授马基史密斯是去另外一个世界找邓布利多校长啊。公司新闻neu言编译。今仔日是教师节，因为伫咧制度甲少囝化等等原因之下，要成做公立学校的正式教师是真无简单。根据监察院2021年的报告，全台湾中小学有超过3万的代理教师，这代理教师的工作量并无比正式教师搁较少，因煞无相共的保障。下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做伙来了解代理教师的困境。校早伫咧教学校。老师先带学生，甲教授4口也拼拼咧。这是屏东县3号国小，今年是代理老师林如玲伫遮教册第5年。根据统计，111学年全国各校的老师，9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是代理老师，占全体老师的11%。亲像林如玲，虽然是教育体系毕业的，嘛有教师证，不过要真做在业这一关，一路是坎坎坷坷。正常老师就是你爱参加迄个管期的考试啊。我家己较无迄个壮士断腕的决心啊。像阮这个偏乡的小校啊，面对到的问题就是你学生的人数愈来愈少，啊，你可能恁学校会有甲别间学校裁并校的可能性啊。然后这几块肉，3块。因为偏乡少囝化严重，遮侪学校因为招生的人数无够。面临启用裁并的危机，教育单位未增加在业老师的课，所以伫偏乡的教学现场，代理老师现在是学校唯一的选择。不过一年签约一届的制度，嘛，互真侪学生甲老师之间无法度建立长久师生的关系，变到到学期尾，就搁爱甲老师相识。有耐心的你，花费下课时间一次又一次。其实学校甲阮通知讲。任期是1年嘛，是较晚的时间。啊，毋过阮嘛是爱有囡仔心理准备啦，所以有陆续就是先甲因讲，我就是甲7月31号。说如果是正式老师，你对于孩子的付出就是可以不会说你可能就断掉了，学校没有缺，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代理老师是少囝化甲教育制度双边考虑之下暂时存救的办法。不过，教育是爱有固定的规划，安怎建构完整的教学体制，提供老师健全的保障，有完整的教学品质，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甲社会建立共识，良早互老师聘用的制度更较周知。好学校是代理老师会当安心教册，互学生会当学习甲成长的所在。记者陈雅顺、连新维综合报道。由民间母鸡团体主办的母鸡家庭生活节，互囡仔透过趣味的关卡拿过关、拿学台语文。母鸡团体就希望通透过轻松的方式，鼓励更较侪人做伙讲台语。出门一缕花，入门一条龟。什么物件是安尼？快点，什么东西？雨伞。哦，这个好。学台语的客家话，这是母鸡团体主办的母鸡家庭生活节。今年的生活节以录影台语岛为主题，用那像咧省电动过关卡的方式学台语文，囡仔也参加真心色。囡仔吼，其实你只要提供伊语言的环境，伊就自然就会学晓。上重要的环境就是伫咧厝内啦，所以父母对囡仔讲是第一要紧。唔但是伫咧厝内爱讲台语，阮规个社会嘛爱来共同支持这个台语囡仔、母语囡仔。希望这个台语岛会当久久长长，而且唔是孤岛，会当一岛一岛一岛安尼甲连起来，啊到尾规个台湾会当是一个真大的台语岛。生活节透过市啊、课程、讲座多元元素，营造自然讲台语的环境，鼓励大人囡仔甲母语扣读转来。母语团体也发现，最近愈来愈侪家长意识到母语的重要性。但是囡仔拢袂晓讲，后摆真正无人会晓讲台语啊。台语嘛是家己的语言，嘛是爱家己学起来较好，互因知影会晓听，会晓讲。母语团体讲，因的台语共学团有差不多200个母语家庭的成员，真侪家长会开始参囡仔讲台语，是因为对台语有感情。但是因发现，最近愈来愈侪家长意识到台语参文化历史是真大捌，因为这个原因开始讲台语是行母语家庭。记者郭文玲、玉凯台北报道。
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去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大岛地区25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1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